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筛检吗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冇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冇？有的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乳癌。是哦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内癌。是哦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内癌。大肠癌跟口腔癌的检查，大肠癌同口腔癌嘅检查，大肠癌同口腔癌嘅检查。我想带公婆来做检查。我想要带家官家娘来检查。我想要带家官家娘来检查。但他们总推脱身体很健康，不需要做身体检查。不过今年总是推讲身体一检，不是检查。不过今年总是推讲身体一检，不是检查。怡萍，我们30岁以上的女性。怡萍，我们30岁以上嘅姐妹。怡萍，我们30岁以上嘅姐妹。每年要做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。当年要做一道子宫颈癌抹片检查。当年要做一道子宫颈癌抹片检查。45岁到69岁的女性，每2年要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。45岁到69岁嘅姐妹，2年内房要做一道照天空嘅检查。45岁到69岁嘅姐妹，2年内房要做一道照天空嘅检查。至于50到75岁的民众，每2年要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。50到75岁嘅人，2年要做一道粪便潜血检查。50到75岁嘅人，2年要做一道粪片潜血检查。至于30岁以上有吸烟或嚼槟榔的民众，30岁以上各有吸烟也是跳槟榔嘅人，30岁以上各有吸烟也是跳槟榔嘅人，每2年就要做一次口腔黏膜检查。2年是要做一道口腔黏膜检查。2年是要做一道口腔黏膜检查。我记得阿伯是不是有抽烟啊？我记得阿伯係唔係有抽煙？我記得阿伯係唔係有抽煙？我爸是老烟枪呢。我爸是烟是1多年嘞。我爸是烟是1多年嘞。哦，那更要带阿伯来做检查。还要请阿婆一起来，安尼，行卡要带阿伯来做检查，还要叫阿婆扛下来。安尼，行卡要带阿伯来做检查，还要叫阿婆扛下来。为了健康，身体检查是一定要的。为了健康，身体检查天朝要做。为了健康，身体检查天朝要做。我知道了。你刚刚提的癌症筛检需要付费吗？我知咧，頭先講嘅癌症體檢要收錢冇？我知咧，頭先講嘅癌症體檢要收錢冇？需要带什么证件呢？要帶乜嘅證件來呢？要帶乜嘅證件來呢？都不用付费哦。做下唔是錢哦，做下唔是錢哦。带健保卡跟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就可以了。带健保卡同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是好嘞。带健保卡同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是好嘞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努力，好，努力。